歡迎大家再次嚟到 Groovy 嘅音樂世界。上次咧，我哋有認識咗咧，用唔同更加多嘅和弦咧，為我哋嘅旋律咧去配上嘅。所以咧，大家咧雖然用同一個旋律，但係亦都可以產生到咧更加多唔同嘅效果變化嘅喎。呢次咧，我哋就會認識一個概念啦。之前我哋學過大調呢個概念啦，嚟 C 大調音階，我哋會點樣唱咧？到發嗦啦提哆。但係如果嗱嘅話咧，我哋點樣唱咧？我哋好簡單，搬低兩格喎，例如度之前兩下係咪？do ti la 嗱開始唱喎，ti do re mi fa sol la。哇！大家聽嚟咧，小調同埋大調個感覺係咪差好遠啊？大家聽一聽啦。如果同樣嘅道理啦，其實我哋要建立和弦嘅話咧，我哋都一樣。佢哋嘅一和弦咧就比原本 C 大調嘅第一個和弦唔同啊，因為佢哋嘅一和弦咧係一個小調和弦啊，聽起嚟咧就比較陰暗少少嘅，咁適合咧去表達一啲可能一啲冇咁開心嘅感覺啦咁樣。當然我哋咧其實有多個變化嘅。小調咧音階咧，其實第七個音咧，啦 ti do re mi fa，原本咧係咁樣，呢個我哋叫自然小調啦，冇任何嘅升降。但係咧好多時咧，為咗搭配嘅和聲咧，我哋為咗去到嗱之前咧有個半音，即係等於我哋之前 T 去到，我哋就會將小調音階第七個音升高啦，即係咁樣，啦 ti do re mi fa si la，原本係 so， 而家變咗 si la， 咁高咗半音啦，個張力咧就會更加多。我哋亦都可以咧研究一下呢個大調音階，佢點解聽嚟咧會好似開心啲？呢個咧同佢個半音嗰個編排咧有關。Do re mi fa 一個半音，sol la ti do， 得兩個半音嘅位置嘅啫。但係如果小調嘅話咧，佢係點啊？La ti do 一次咧個半音擺前咗啦，ti do 第一個半音，re mi fa 第二個半音，si la la si la。呢個係第三個半音啊，所以嚟一個小調音階咧，中間咧係有三個半音嘅存在嘅，所以咧佢個張力咧會比大調音階更加多啊。一般我哋冇咁開心嘅時候咧，個張力咧喺內心入邊都會比較多，所以小調音階都適合去表現呢一類嘅音樂。喺 Groovy 裏邊，例如我之前作咗快樂頌，原本係一個大調音階嚟嘅去作，而家咧我哋好簡單，只要喺個牌嗰度咧，選擇小調，你就可以去改變啦。大家聽一聽，而家變咗小調嘅話咧，個效果係會點喎？係咪啊？聽起嚟咧，哇！真係唔好似之前咁開心喎。大家同樣嘅道理啦，我哋可以調節一下佢嘅速度。例如之前我想講話，慢嘅係可以變成會莊嚴啲喎。我哋調翻去80啦，一個行板速度。聽嚟會有咩效果咧？
係喎，哇，更加悲傷啦！如果我改變埋佢個力度喎，令到佢唔好咁大聲，細聲少少，可能係 MF 或者 MP 就夠啦，MP 就夠啦。好，我哋聽嚟個效果點咧？好啊，大家聽到咧係會冇之前咁強烈嘅，但係咧都有種哀傷嘅感覺。好啦，呢次咧就同大家介紹咗小調啦。所以咧，其實一首音樂裏邊咧係唔一定咧成首音樂係同一個調啊，而中間咧可以轉大調或者轉小調，亦都可以嘅。亦都可以咧從一個例如 C 大調轉到去 G 大調，可能再轉到去 D 大調，亦都可以，亦都可以或者 C 大調轉去 A 小調，亦都可以嘅。